得到愛，必須將愛傾輸；若要得寬恕，必須先去寬恕。救恩早賜予，行為未算是難事。問句基督怎樣做，便懂跟主意思。讓獻詩思戀，以身彰神榮耀；讓氣點點胸襟傾瀉紛擾。救恩早賜予，行為未算是難事。問句基督怎樣做，便懂跟主意思。神原是這般的深愛你，他也願望你曉得他旨意。若說他旨意，必須多結果子，是主揀選你去彰顯那恩賜。願備加信心，時常樂意地行事，十架高舉作侍奉，聽主差遣真愛事。神原是這般的選了你，心盼莫負主揀選的旨意。是主的旨意，必須將愛傾輸；是主的旨意，必須先去寬恕。聖經早告知，如何實踐甚容易，盡意找天國道路，放開世間心裏事。神原是這般的深愛你，你可會盡力去彰顯他旨意？神原是這般的選了你，你可會實現主揀選的旨意？